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纺织业一直拢是英国一个国家要发展的时阵上起头会想到的工业，原因嘛真简单，纺织唔免伤复杂的技术，嘛唔免足精密的设备，伊干那需要原料甲足侪人工，也若卖出去投资真紧就会当回收回来。所以真侪国家因若要发展工业的时阵，拢是为纺织开始。台湾嘛是安尼，台湾的纺织为无到有，佮为产量伤济变这么少，这个变化是安怎变的？今日嘛会来讲本地做纺织的一寡台湾企业。台湾本身无种棉啊，到大清时代的时阵，大部分的布拢是为外口进入来的。日本人来了后，嘛无啥物变化，因为迄当阵日本统治台湾的政策就是工业日本，农业台湾，所以嘛无发展纺织这款工业。伫台湾头一间较有规模的纺织厂，是1919年日本人创办的。叫做台湾织布株式会社，设伫台南，一直到日本统治的尾期，1941年的时阵，全台湾甲这间小工的动力织布工厂无甲10间，嘛拢总是日本头家。迄当阵，这个工厂佫毋是专咧做衫，真侪是咧做糖甲米出口需要的布袋啊。迄个年代有真侪生理人是咧做布料进口的生理。台北的大稻埕，后来迪化街、永乐町，就是迄时全台湾布料进口甲批发的集散地。台湾本地为全国进口布，换做为日本进口来卖。后来做纺织的大南帮吴秀济甲吴尊贤因兄弟两个人，迄时就是为日本进口布料回来台湾卖。战争爆发，因转换为上海去买布入来。迄时趁正侪钱，伫台北、上海拢有开店。因是后来才开始家己加工生产，一直到日本统治的尾期，为着要配合南进政策，才开始伫台湾设现代化的纺织工厂。第一间是台湾纺织株式会社，1941年设伫乌日，尾仔佫加设2间，一间伫台北，一间伫新竹。这拢运作无偌久，伫战争的时阵，就拢无佫继续啦。台湾伫战后的时阵，佫较侪人需要买衫买布，所以政府是先降进口税。毋过安尼除了有一寡业者去抗议，佫着付真侪钱互外国人，所以才有进口代替工业这款政策。主要是要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，嘛要互物价会当较稳定。台湾的纺织会使真正发展起来，是拄好有真侪因素斗做伙。毋过讲到尾，主要是人工作俗的。甲迄时阵外销趁钱的糖比起来，纺织业毋免足侪资本，主要是人工就爱俗。头先都有讲到台湾无棉啊，就是无原料。毋过拄好是战后美国援助，会当进口美国的棉花。所以头先差不多8-9成的原料是拢为美国来的。迄时毋是开放互逐间工厂头家家己去买原料，政府怎定出台纺台织这套政策？纺就是甲原料纺做紗，织是织布，是2项无同的工课。这个政策互政府集中去买棉花，也是进口的棉紗，才个分互纺织工厂去加工生产。纺织厂做好，才佫甲遮的物件交转去，政府是会付固定的加工费用互因。这个方式是互遮的工厂的投资较无风险，免惊产品卖不出去，
市场毋知伫佗，而且政府同一时阵佮控制进口佮介绍，真紧伫3冬内，台湾国内的产量就已经超过市场的需要。迄时政府嘛无佮甲遮的物件拢总佮买转来，是互工厂家己摕出去卖。毋过遮已经产量伤济啊，要安怎？政府一面开始限制生产的量，一面是想要外销。毋过到迄时阵，才发现讲，进前大胖大节这个政策的保护，互台湾的产品比别人较贵，无法度卖出去。政府除了会使补贴出口以外，还会使做的，就是改变外汇台票换美金的计价。1949年是1箍美金换5箍新台票，后来豆豆啊调整，还有一站为着要出口。政府定出无共产品有无共汇率这款制度，一直到1958年才个换转来干那一个外汇的计价。为着纺织品会使出口，新台票纸一个啊为25箍变做40箍换1箍美金。安尼面世布料也是生意要出口，伊的计价6要3成，要出口甲人竞争就较有机会。加上迄当阵庄脚做田已经真歹生活，真侪人要出去做工，人工作俗，所以伫1960年代，台湾纺织的产品伊外销的生意变足好。本地上趁钱的是糖，拄着国际糖价变歹，外销第一的变做是纺织的产品。毋过台湾做纺织要趁钱，别个开发中的国家嘛是，而且纺织佫好做。所以出口市场拿来拿竞争，台湾的工厂就换落去做人造纤维的产品甲布料，拄好政府嘛咧催促石化工业，所以配合遮的发展，纺织为面世改做人造纤维，纺织业加活几若冬。迄当阵政府的政策对纺织业发展的影响是真大，毋过后来的学者对政府的做法看法是无啥相共的。好的是讲，台湾3年来都毋免搁进口布料，毋免进口衫，这甲别个国家比起来是算真紧。再来就是纺织业搁真紧地对着石化工业开始做人造纤维，嘛继续会当维持伊伫市场的竞争，而且政府搁有辅导甲奖励出口，替台湾趁袂少钱转来。毋过反转来讲，大胖大节这个政策伊造成的效果就是这个工厂只要若有做出来，政府就收，所以因做出来的品质是无好的，而且政府佮限制产量佮计销，真正品质较好的货拢总走入去乌市内底。再来就是政府对纺织的管制较严，对织布电脑较无咧管，这互市面上面世全无够通用。而且安尼做主要是咧保护上海内的遐业者。也有学者是讲，政府遮所有的政策拢是假的，纺织会趁钱，主要是迄当阵美国提供原料，台湾人工佮作俗，所以摕去国外市场就卖了足好。等到长期保护甲限制，互遮资源分配的效率怎变较歹。毋过无论是讲好，也是讲毋好。这学者拢认同讲，纺织业对台湾早期工业的发展是真重要的。也有一寡头家是为纺织趁到钱，才个发展去做别项。刷落来，咱来讲较大也伫咧一寡大公司，因本地是咧做纺织的，真内底拢是做纺织起家。我主要讲2间是为上海来的。2间是本地伫日本时代就咧做布料生意的台湾企业，为上海来的一间叫做台湾纺织，就是后来变做如龙汽车这间公司。也还有一间是一直拢无离开纺织业，毋过有继续发展别项的远东。远东纺织的创办人徐有祥，伊伫战争进前就伫上海咧卖布，迄时就有卖来到台湾。后来伊嘛有家己生产，所以这2间因伫上海的时阵，本地就有咧生产，已经有一寡技术，也嘛知影讲纺织工厂要安怎换。因甲政府高层的关系加真好，初期是因先去摕到美国援助的物仔，
也嘛有足侪政府的支持，因真紧就起现代化的纺织工厂。毋过嘛有台湾头家去投资做纺织业，一个就是头先讲过的台南纺织，因本地就咧做买卖生意，后来转变做家己加工布料生产。台南纺织是53年侯武利甲吴尊宪创办的，也阁有另外一间，即阵可能较少年的拢毋知啊。新光纺织就是即卖的新光集团，迄当阵是吴辉西创立的，伊嘛是伫日本时代就咧做布料的生意，卖杂配，嘛有做一寡细项物件的加工。即两间台湾的本土企业，因虽讲无像上海帮甲政府的关系遐尼好，毋过因有一个优势是，因较了解国内的市场，也嘛较有通路，所以后来就有发展起来。到1970年代的尾期，台湾的工资已经变悬，纺织的成本嘛变济，遮的纺织公司除了刷去别个国家别位人工较俗的所在，嘛偷偷转型开发新的产业。像远东集团嘛去开百货公司，家己生产佮家己卖，因嘛去投资做石化、做水泥、做电信。台南帮甲新光集团嘛相共，台南纺织阁有去做食品，新光纺织是换去做保险，去开病院。因投资发展的项目是足济，毋过遮个公司定着拢有投资营造甲银行。美国的名啊，甲战后济个俗的人工，互台湾遮个纺织工厂发展起来，嘛带动后来的经济发展。我今日先讲到这。伫即期的台湾通讯网报内底有刊一篇我写的文章，主要是咧介绍巴拉圭的一个原住民族语，安怎伫几若百年以后变做因的国家语言，而且这个族语成做官方的语言了后，佮安怎发展。当然我是认为讲巴拉圭的瓜拉尼甲台语真歹比，有一项是这两个语言的社会历史背景甲发展的条件拢无相共，另外一项是瓜拉尼甲殖民语言西班牙语的关系，嘛和台语甲中文的关系无共款，因为瓜拉尼甲西班牙语是两个完全无共系统的语言。虽讲安尼，我想别人语言复定的经验加减有寡值得咱思考的所在。这篇文章内底有写一寡想法是无啥完整，也嘛有一寡所在是写了无啥清楚。我想是有真侪通好讨论，大家若有任何的想法甲意见，拢真欢迎来甲我讲。今日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